今次為大家介紹係西歐4國春日花展玫瑰園櫻花10天團。首先，行程保證乘坐國泰航空直航往返荷蘭阿姆斯特丹入瑞士蘇黎世出，唔使轉機，不走回頭路，係最舒適遊覽西歐嘅航班安排，仲可以提升商務客位，令旅程更加舒適。每年3月中至5月初係歐洲賞花嘅季節，荷蘭庫肯霍夫區近學花園當然係首選。呢個世界最大嘅鬱金香展覽，多達800種唔同品種，超過700萬朵球莖花卉，例如風信子、水仙、百合同玫瑰等。細心預留2個小時，可以慢慢欣賞同拍照。之後前往瑞士首都伯恩玫瑰園，欣賞玫瑰及櫻花盛開，一定滿足到鍾意睇花嘅你。除咗賞花，瑞士嘅雪山一定要去，安排遊覽鐵力士大雪山，乘坐首創360度旋轉纜車，欣賞阿爾卑斯山壯麗景色。上到山頂，仲可以參觀雪山冰洞同長達150公尺冰雕隧道，襯托住唔同顏色嘅燈影，好精彩㗎。室外嘅鐵塑吊橋，去到橋中間位置影相打卡一流。細心安排喺雪山上嘅餐廳，一邊享用午餐，一邊瀏覽壯觀山脈。行程亦會前往仙境小鎮留心，坐落喺湖邊，山脈、湖景一次過飽覽。特別安排入住市中心酒店，晚飯後可漫步欣賞夜景之美。之後會前往法國巴黎參觀著名景點，更預留時間到河谷購物村 La Vallée Outlet 盡情購物。罕有入住2晚巴黎史諾富特酒店，節省車程，俾你更多時間瀏覽呢個歐洲浪漫之城。當然仲有荷蘭同比利時必去嘅荷蘭地標風車村，坐下玻璃船欣賞阿姆斯特丹特色嘅建築。沃倫丹小漁村可以見到傳統木屐。比利時嘅世界文化遺產大廣場，尿尿小孩銅像一定要去打卡影相。仲有特色美食，瑞士芝士火鍋、烤豬手，比利時美食青口料理，法國香橙鴨、田螺同埋芥末豬扒都安排好俾你品嘗。呢個團有花展、雪山、巴黎觀光購物、必去打卡景點、當地美食，一應俱全。如果大家對呢個行程有興趣，就快啲上網或 WhatsApp 344300000報名。仲要記得留言、讚好，同埋分享俾身邊想去歐洲旅行嘅朋友。